基督青年行 CYA 係一個非牟利嘅天主教平信徒團體，為服務10至40歲嘅青年於2015年成立。喺呢10年間 ，CYA 喺各個事工上有住唔同嘅發展。喺起初階段 ，CYA 嘗試舉辦幾項事工。首先喺荃灣區某小學舉辦多次性嘅信仰培育聚會，共有幾十幾位同學積極參與，並共同舉辦一次嘅音樂佈道會。另外，為咗俾在職青年有更豐富嘅信仰生活體驗，舉辦咗柬埔寨生活體驗團。為咗已婚嘅年青夫婦 ，CYA 亦都為佢哋舉辦親子培育聚會，更曾經一齊到郊外露營，透過有趣嘅活動經驗團體生活。團體嘅第2階段開始針對唔同年紀嘅青年舉辦各項活動。喺入校信仰聚會 ，CYA 轉為集中舉辦中學嘅福傳及培育聚會，透過音樂佈道會、信仰小團體培育聚會，讓同學可以加深對信仰嘅認識。其次係為在職青年 ，CYA 曾舉辦各個 Shine 職青工作坊，包括 Work Shine 探討職場倫理、Love Shine 探討戀愛關係與婚姻、Word Shine 分享聖言等職青喺輕鬆有趣嘅氣氛當中，探討各個生活中嘅重要議題。另外 ，CYA 更有一項重大嘅新嘗試，就係自資拍攝信仰主題微電影 Shine Movie， 有關影片作為入校信仰培育聚會嘅素材。及後遇上疫情，所有嘅實體聚會都要暫停。即使如此 ，CYA 積極尋找出路，繼續同青年連結，並發展網上聚會嘅事工。先有網上拜苦路同埋朝拜聖體，俾青年不間斷與主相遇。更嘗試喺4旬期推出網上朝聖，使觀眾可透過網上直播置身耶路撒冷，以作默想反思。另外，中學嘅培育聚會則改為網上進行，當中會播放 Shine Movie 以配合唔同嘅信仰主題分享。除咗關顧中學生同埋在職青年 ，CYA 嘗試拓展服務對象至大專生，開始舉辦每月大專主題聚會，讓大專生透過聚會加深自身對信仰嘅認識。在職青年方面 ，CYA 成立咗職青信仰小團體，青之，讓有心深化信仰嘅職青系團體中彼此同行同埋成長。喺福傳事工方面 ，CYA 成為 Alpha 信仰聚會嘅協作機構，主力協助中學同埋堂區推動 Alpha 聚會，更培育唔少嘅青年成為小組組長。喺媒體事工方面亦都開始有唔同系列嘅信仰短片，有關聖言同埋對信仰主題嘅分享，同時加入每年 DSE 放榜活動，更同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合辦戀愛知唔知工作坊初階聯姻活動，疫情期間戶外行山活動等等。從2019年開始 ，CYA 每年都聘請大專或者畢業同學成為半職同工，參與 CYA 工作以及體驗門徒團體生活。多年嚟已培育超過20位青年牧民門徒。喺疫情過後，無論喺中學、大專、職青方面都慢慢回復實體聚會，各事工都更有系統嘅發展。近年 CYA 舉辦咗更多大型聚會。於2023年 ，CYA 舉辦葡萄牙世青團，讓青年們一同透過朝聖深化信仰。於2025年 ，CYA 舉行步行籌款，眾多好友齊集為 CYA 事工籌款。時至今日 ，CYA 已服務過22間中學，服務超過1萬人次。喺大專方面，CYA 多年嚟致力組織聯校大專信仰小團體，亦都成功重建都會大學天主教同學會。CYA 為大專畢業同學嘅持續成長，開始咗22至30歲嘅 Young Adult Group。YAG 就靈修同人際關顧開始同行。YAG 嘅發展更吸引唔同信仰背景嘅青年出現，包括未有信仰以及基督教徒嘅青年，均有興趣參與。各人可以喺活動彼此交流分享，實在難得。CYA 為啱啱踏足社會工作嘅職青，推出 Life Mentorship 生命師友計劃及待業青年免費職涯規劃服務。
讓年紀相若嘅職青可以彼此相聚扶持。CYA 亦都為非教友開展咗循環式慕道團，為教友則推動貞潔及身體神學分享，讓青年喺 CYA 團體同媒體平台上見證天主，